Juul 呢個社區貨幣目的就係幫大家建立社群，產生每月嘅額外收入。點樣做到嘅呢？成個平台嘅商業模式就喺呢個顏色表裏面清清楚楚表明，平台嘅網絡係會依靠用戶教識其他嘅用戶。如果用戶 A 教識用戶 B 嘅話，作為一個比喻，喺呢個平台上面，我哋就會話 A 同 B 嘅關係就係父同子嘅關係。喺呢個顏色表上面，你會睇到，假設你作為一個消費者，你去幫襯一個合作商戶，咁嗰兩個 percent 會點樣分配呢？綠色呢部分1成就會貢獻咗俾你自己指定嘅受惠團體，例如你中意嘅慈善團體。藍色呢部分1成就會去咗嗰個商家當初嘅推薦人，跟住最重要個橙色呢3部分，2成會去貢獻咗你嘅父，2成貢獻你嘅祖父，2成貢獻你嘅曾祖父，剩翻咗嗰2成就係平台嘅基本收入，支持營運嘅開銷。喺呢個顏色表度你睇到有3代嘅人會貢獻到你嘅收入。第二版又更加清楚啲啦，當你反轉嚟睇嘅話，假設你推薦咗10個朋友，而每個朋友又額外都推薦另外10個朋友，總共有3代嘅朋友都會貢獻你嘅錢包，總共就會有1110個人。另外，如果你推薦嘅唔係消費者而係商家嘅話呢，每一次商家做到生意呢，你都會分到1成嘅商家費用作為你自己收入。最後第3呢個表呢，就係推算一下每個月你實際可以得到幾多錢嘅。頭先講咗啦，3代嘅用家，3代嘅朋友係貢獻到你嘅錢包。喺度有個計算範例，嗱，假設每個人每個月嘅消費都係1000蚊，咁每個人產生嘅商家費用呢，就係1000蚊嘅2%，就即係相當於20蚊啦。咁頭先嘅顏色表度會睇到呢，你可以從每個人獲得嘅獎勵呢，就係嗰20蚊嘅2成，就係4蚊啦。所以你嘅收入呢，會取決於2個因素，第一就係你推薦咗幾多個朋友，第二喺呢個社群裏邊貢獻咗幾多嘅消費。最後呢，要講一講呢，為咗支持呢個平台嘅發展呢，我有一個折扣因子嘅條件，即係話如果你自己嘅消費喺某個月嘅交易額比你第一代朋友嘅平均值仲要少嘅話呢，咁你嘅實際所得呢，就會按比例打個折扣嘅，因為個平台係需要大家都積極參與先至會成事嘅。多謝大家。